部观光局公布2020年，也就是去年全国主要观光景点的游客人数，想要到这个游客人数上济所在伫倒位？伫台中市有4600万人次。台中市管理局认为讲，这是因为台中不管是山线、海线还是都市地区，拢有真济景点，当年嘛有真个活动带动观光，不过台中市民看法无共款。 台中市去年游客近4600万人，是全台第1名的县市。去审计新村吧，有市集，大家都来这边遛狗。对、然后爵士音乐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超喜欢来这边。观光局统计数字列出每一个县市主要的大景点，算出安尼结果。 北部地区新北市去年游客是4200万人，台北市3000万人，宜兰632万人。南部地区高雄去年游客2200多万人，台南1500多万人。台中的观光有啥物优势？台中市府讲景点真多，中央公园等等，还有绿柳川户外旅游非常受到民众欢迎。山上有风自行车道、内部路园，海上有大甲铁点山、高美湿地。 屯区有枫林咖啡园，都市中心有草悟道和大坑风景区。去年因为也有2020台湾灯会的关系还有各项重大活动的举办，带动了很多这个地方观光的发展。台中除了景点多、活动多，民众认为吸引游客原因够加。大家好像去台北去腻了，台中好像最近。是去年吗？去年可能比较安全嘛，很少下雨，而且我们公车也蛮方便。去年去台中佚佗的人是全国第1，和前年相比，数字嘛有成长4%，增加152万人。台中市府讲，虽然去年受疫情影响，不过台中也是继续做观光行销，推动这甲大顶顶的优态，对省外地游客真有效。